裝修經營咗都30年啦，咁到而家都50幾歲，係屬於人生嘅下半階段。自己咧就會將節奏會放慢咗落嚟，工作還工作，咁咧就放鬆自己嘅時候咧就揾啲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呢個飲茶咧就唔急得，其實咧就係飲茶咧，我理解成咧就係將個節奏生活節奏放得輕鬆啲，享受呢個慢生活嘅節奏。覺得最大嘅體驗係咩咧？就係可以放鬆自己。有時有自己獨處嘅時候咧，就沖下茶啊，咁咧就會欣賞下啲花草樹木啊，望到出邊啊咁。咁咧我飲茶咧，其實我都屬於係初哥嚟嘅，真正飲咧就係5年啦。學咗3年飲白茶，今年係第5年啦。而家咧就學緊飲熟茶，生茶咧我就即將會擺到係最後先學。咁咧我覺得泡茶咧就係煮滾水，咁你就沖落去，我就比較簡單嘅。未正式咧去嗰啲專業嘅飲茶嘅嗰啲茶道嘅去學啊或者培訓啊咁樣子。我更加注重係睇啲器皿。而家嗰個停留喺呢個過程，覺得嗰個器皿嗰個外形咧，同埋佢嘅嗰種製作過程咧，我覺得會好欣賞佢嗰種嘅視覺享受。我覺得呢個喺度飲茶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個好放鬆，同太極一樣咧。放鬆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個人咧就個精神狀態咧經絡啊，佢好舒暢、好舒服。其實我係好向往呢種咁嘅生活。